大埔火災2日之後，我哋接收咗另外一隻唔關火災事嘅刺蝟遺棄個案。由於接收時間已經係11點幾，返到去已經係凌晨12點鐘，所以冇睇清楚。但係之後同佢沖涼嘅時候，發覺全身都係蟎蟲。大家睇下啲蟎蟲幾生猛，係咁喐㗎。係咪冇試過 zoom 到咁大，將啲蟎蟲拎嚟睇呢？大癲啊！最後我想講，其實咁樣都唔係最慘，最慘係有啲主人會選擇直接抌出街。你嘅一個 follow 同埋一個 like， 可能可以令佢哋知道多一個媒介可以接收呢啲刺蝟，而唔使抌出街。政府唔承認刺蝟呢個物種，我哋已經為香港嘅刺蝟單打獨鬥咗10年。希望借住梳仔呢個機會，大家都關注下我哋而家協會仲有16隻需要新屋企嘅小朋友，請大家 like 同 follow 我哋個 page， 俾多個機會佢哋有機會去到新屋企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參加我哋嘅寄養家庭義工計劃，因為法例唔認可，所以刺蝟亦都申請唔到領養牌照，只能夠以呢個方式幫佢哋揾一個新屋企。我哋下一段片就會 update 翻梳仔嘅情況。再次感謝大家嘅支持。